第2章，毅然劈炮唔撈，自立門戶製造。後來陳老先生輾轉到咗一家粉麵店任職，由雜工做起，最後成為煮麵師傅。但係一次因為肚餓，喺煮麵過程中食咗一粒雲吞充飢，最後換來老闆嘅指罵，心中覺得非常委屈，決定辭職不幹，自行開業。呢件事對大埔振興肉丸影響深遠。陳老先生認為，作為良心僱主嘅唔能夠讓員工餓住肚開工，所以呢個企業至今都為員工提供復食，即係伙食。除咗午餐，連下午茶都照顧。反而有時候員工會笑話：老闆唔好買下午茶俾我啦，仲飽緊啊！但係公司依然繼續保持呢個傳統，保留由爸爸定落嚟嘅規矩。當年陳老先生開設嘅粉麵檔規模較小，喺嗰個年代，集團式經營或者特許經營店仲未出現，差唔多所有呢啲粉麵檔都係自家製作食材。由於只係做附近嘅街坊生意，食材用量少，所以好少揾批發商取貨。陳老先生喺開檔初期，亦都係同大伙兒一樣，由製作魚蛋做起。後來發現市場上有太多同類小店，競爭相對大，反而市場上自家製牛丸比較少人做。當年全港只有2家公司領有牛丸工場牌。陳老先生盤算之後，決定唔跟別人爭紅海，於是就開始做牛丸。大埔振興肉丸就成為第3家領有牛丸工場牌嘅公司。呢個就係大埔振興肉丸嘅早期發展。早幾年市場熱賣嘅一本書叫《藍海策略》，按作者所講，大家都應該要揾市場嘅藍海，唔應該一窩蜂去競爭嗰個紅海市場。原來陳老先生喺50年前已經參透咗呢個道理，揾出藍海，結果創下基業。從振興創業嘅經歷睇見，不滿現狀係創業者嘅一個普遍心理，唔願打工，寧願冒風險，係促成創業嘅主要原因。資金不足不易阻撓，經驗不夠不是問題。創業成功嘅關鍵在於一股雄心。往後嘅路固然係困難嘅，但係當跳出舒適區之後，創業者只有一條出路，就係迎難而上，勇往直前。企理小總結：壞事原來係好事，看你如何處理之。生活逼人長其志，不為五斗折腰之。毅然創業人說痴，內蘊雄心自己知。善待員工皆滿意，良心事業好開始。